上，奴婢看出来，皇上，你必定是看到遐宫里献唱的歌词，无满意。定，年纪过30了，尚无子孙，要说什么江山万代，子孙免言呢？皇上，奴婢要来甲你报喜。李娘娘已经有新3个月。谢谢皇上，为娘娘调心了。也毋过，为娘娘比电娘娘的喜事爱慢1个月。那你讲起来，因已经有生2个月了。是。哈！太好，太好了！妈哟，道长，奴婢知。连你这刻一定我能为娘娘地着。今夜以明月为凭，许下落言，随先皇祖，可以为将交容。遵旨。娘娘，照奴婢看起来，娘娘你根本都唔免担心。娘娘你的产期比为娘娘是早1个月，看安怎皇后的宝座嘛袂轮到伊。阿家叔，我死了，若是一位公主嘞。这，是讲为娘娘，嘛无得卡讲伊就会稳生皇子啊。是皇主，是公主，这是天。我甲贵妃各人有一半做皇后的机会，叫我才会袂担心。话虽然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也毋过娘娘，只要咱事先若是有一个万全的计划，相信娘娘你也阁是会当稳稳当当登上皇后的宝座。虽然你着来照顾我，我被选入宫，你也归随我入宫来。咱名义上虽然是主仆，但是咱的感情，咱亲像母仔囝共款，你千万不要为我设想。娘娘安尼讲，奴婢实在承担袂起。既然娘娘这么看重奴婢，奴婢就是我的浑身碎骨，嘛一定要替娘娘你争取皇后的宝座。奴婢拜见娘娘。阿娘，看你来匆匆公务，是毋是皇上？佮对贵妃有啥物小事？娘娘，这件代志比想事还较严重。魏娘娘的父亲魏公义已经受封为节度使，不日要领兵甲领人攻打楚国。娘娘，魏公义伊是一个英勇善一个人，建立真切公路，一摆若阁互伊成功倒转来，是恐惊的。我明白，到迄个时阵，夫成英，妇受奖，皇后宝座为贵妃莫属。娘娘，皇上对魏公义
稳重有加。听讲皇上一摆要亲身备酒去甲伊甄别。魏卿，朕有亲像魏卿你这样的勇将忠心嘛，何求乱插不明呢？魏将军，主将啊应该敬你一回，祝你马到成功。忠顺将军，你我是共一点之心，我无想着要啉你的煎白酒。我只是要啉你的庆功酒。哦，好一个庆功酒！贵卿，朕太贵卿凯旋归来，朕一定讲落失败的呢，为你庆功啊！神一定倒转来领受这份荣耀。魏将军，明早无期。大军就出发，你是不是应该？哦，对，皇上，神应该来去家庭点役人马。嘿，魏卿何必急在此时呢？朕知影讲恁爸囝一向是相依为命，魏卿何报到后宫一定爱事变。多谢皇上。娘娘有旨，为将军进宫。参见娘娘。平心，谢娘娘。阿爹，你即摆若出去，唔知伫当时才会当转来，互查某囝为你准备一碗酒菜，为你送行，好无？娘娘，神君灵在身，若是皇上的护恩，恐惊连这一面都无法度通见面。这个玉环是咱魏家唯一的传家之宝，不论娘娘生下皇子或者是公主，我想讲这个玉环留落来，互我的外孙。这个不是不祥之兆吗？娘娘，这边来会，只怪老神一时无小心，娘娘千万唔通看伊。娘娘，时局无早，娘娘请保重，老神顾着。
参见皇兄万岁万万岁！两位皇帝平身。谢皇兄。两位皇帝啊，有甚么话要来禀奏朕呢？哦，五兄，听皇兄的话语，可能是就咱约定的代志放袂记的那款。是什么代志朕会袂记？皇兄，咱敢是约好咯，今日要去游终南山啊？哦，果然袂记的，五兄，你看吧。朕的心肝内是非常的焦急，所以我定无要去游终南山啦。哦，皇兄，你是啥物代志咧焦急的？哦，这我知影。魏娘娘，即摆你要临盆啊？皇兄着急的是，魏妃生的究竟是皇子或者是公主，是毋是？哎呀，皇兄，这个代志着急嘛无路用，敢毋是呢？是啊。参见大娘娘。两位王爷免礼。谢娘娘。上，请恕先接的个。你答应两位王爷要去游终南山，你哪会讲唔去咧？自古以来，君无虚言啊。也毋过，皇上，请你放心啊，现在旧贵妃临盆之还阁有7、8天呢，而且还阁有亲戚来照顾伊，你放心去嘛。皇兄，但阮拢准备好势啊，你若唔去，安尼敢是失约嘞？皇兄，今仔换衫，做伙来去嘛。皇兄，请。劳烦娘娘操心。王爷，放心。过是。参见娘娘，魏娘娘突然间早产，生下一位皇子。